大家好，上一期視頻講過中國同美國嘅產業係有互補性嘅。事實上，曾經同美國產業互補嘅國家有好多，最早嘅係日本，之後嘅就係韓國同埋中國。日本同韓國都順利咁邁入咗發達國家，而中國亦都去到門口。但係中國而家面臨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成個社會內卷得非常之厲害。點解會係咁樣？咩原因造成嘅？我哋可以通過分析日本同韓國嘅情況，甚至分析美國嘅成長情況，嚟到發掘其中嘅緣由。首先講美國，美國喺第一次工業革命嘅時候係屬於一個農業嘅國家，主要嘅技術掌握喺英國、法國之後係德國嘅手裏邊。美國嘅農業同埋佢有限嘅工業都係作為佢哋呢啲國家嘅配套產業咁出現嘅。但係佢厲害就厲害在喺工業革命之後，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美國實際上已經成為咗世界上最發達嘅工業國家。但喺一戰嘅時候，佢都係韜光養晦，冇表現出嚟。表面上依然係英國係世界上最強大嘅國家。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已經係冚住啦，佢已經事實上成為咗工業同埋經濟上嘅最強國家，一直到現在。而且難能可貴嘅係，佢由嗰陣到而家先開始，每一次嘅新技術、新嘅領域都係由佢嗰度先開拓嘅。佢係通過開拓呢啲新技術、新領域呢度，不斷咁企喺世界嘅最強國呢個位置。之後就係中日韓三個國家輪流咁去幫佢做配套啦。呢三個國家嘅發展經歷其實都有啲相似嘅。一開始就係做一啲低技術水平嘅代加工，經過一段時間嘅積累之後，逐步咁建立自己嘅科技體系。而喺呢個過程裏邊，佢哋產生嘅問題亦都係非常之相似。就我正話講嘅中國嘅內卷化，其實最早就係喺日本出現嘅。日本內卷成點呢？有一定歲數嘅人都應該仲記得90年代嗰陣，日本喺啲新聞裏邊係經常出現嗰啲公司嘅員工係經常有過勞死嗰種情況嘅。然後佢哋嘅自殺率亦都好高，自殺率高一個就係同佢日本本身嘅人嘅傳統思想有關。日本人嘅傳統思想認為死差唔多係從一個國家去到另一個國家，就好似換咗一種生活方式咁樣。另一方面亦都體現出呢個社會係過度內卷，因為太過內卷，人會失去對生活嘅興趣，所以自殺就會變成一件唔係好可怕嘅事。然後再睇韓國，韓國嘅過勞死呢，好似新聞唔算好多，但係自殺嘅新聞就非常之多。道理同日本係一樣嘅。韓國仲有另一個特別嘅就係讀書嘅壓力非常之大，讀書內卷嘅情況一啲都唔亞於職場上邊，所以佢哋學生嘅自殺率亦都不低。日本同埋韓國呢啲內卷嘅表現，其實喺中國裏邊一樣有。仲有一個三個國家都共通嘅就係低欲望、低生育率。低欲望呢個詞其實係最早由日本傳出嚟嘅，後嚟傳到中國，我哋就叫佢躺平，叫法唔一樣，內涵係一樣嘅。然後再講生育率，生育率更加係三個國家引領咗全世界，係喺最差方面引領。喺總和生育率方面，日本呢應該係1.1左右，中國呢就1.0，韓國就好似係0.8。具體數字可能有啲出入，我冇認真去查證，但高低排列就係咁嘅存在。呢個又係一個內卷過度、躺平嘅典型例子。你好似日本同埋韓國，佢哋強調嘅係忠心愛國，強調嘅係集體嘅利益，所以個人呢好多時候要做出適當嘅犧牲嘅。但係新一代嘅年輕人可能覺得佢哋自己犧牲得太多，但係佢又冇辦法改變呢種現狀，於是佢哋可能就選擇一種放棄一部分社會責任嘅方式嚟到爭取自己多一啲嘅個人空間。呢個一方面。另一方面呢，亦都係由於日本、韓國佢哋嘅傳統思想都係發展大企業、壟斷嘅企業。日本就係佢哋國內嘅企業，假如有經營不善嘅，都係首先揾其他國內嘅企業嚟到收購佢呢啲企業。外國人想收購日本嘅企業係非常之困難，所以逐漸日本嘅企業就由少慢慢不斷咁俾收購吸收，變成咗一啲大型壟斷性嘅企業。即係住友、三菱、三井之類。而韓國呢，就係由政府主導去成立一啲超大型嘅企業，典型嘅就現代、三星等等。而喺呢啲企業裏邊，每一個工作人員其實都係一個螺絲釘嘅角色，佢要做嘅就係完成上面交嘅任務，同時佢對成個公司、成個集團嘅收入分配方式係唔能夠有任何異議嘅。即係話集團分俾你嘅咁多，就只能係咁多，因為你只係一粒螺絲釘。所以相對嚟講，日本、韓國佢哋嘅工人、佢哋嘅年輕人、佢哋嘅出路比較單一嘅，佢哋嘅收入相對於歐洲、美國嗰啲，亦都係相對低嘅。所以佢哋面對嘅前景就係可以走嘅路可能有斜只有一條，而且都唔係非常之光明，發展空間唔會好大嗰種。
所以佢哋變成低欲望，拒絕婚育。當然，婚姻問題唔係單單話因為內卷而引起嘅，更加重要嘅就係社會進入咗工業化、現代化，個人尤其是女性嘅個人生存能力已經大大提高，佢哋更加需要追求自己中意嘅嘢去實現自我，咁樣就會降低佢哋組建家庭同埋生育下一代嘅欲望。而對於因為內卷引起嘅低欲望、躺平呢啲問題，其實係可以解決嘅。最基本嘅就係提高個體，尤其是年輕人嘅社會保障，同時提供俾佢哋更加多嘅發展路徑。企喺一個社會或者一個國家嘅角度，話俾佢哋知，你哋係優秀嘅，我哋為你嘅生存提供後盾，你哋去做你自己中意嘅，實現你哋嘅最大嘅能力。當人嘅生存可以得到保障，而且受到鼓勵去選擇一啲佢自己中意行嘅路、中意做嘅嘢，我相信欲望最低嘅人佢都會去作出嘗試嘅。當然呢個可能係一個花費巨大嘅公共管理行為，而且效果未一定會立竿見影。但係咧，對於我哋嘅子孫後代呢個絕對係值得嘗試嘅。今期視頻講到呢度，拜拜。